艺人隋棠平安生下第3胎 Olive 后，在调养身体期间仍不忘忙于服饰品牌。25日，她出席子品牌尾牙，和知名网模缺妞妞合体发红包。她也 PO 出带着女儿 Lucy 上班的影片，而 Lucy 虽然才2岁，但却相当不怕生，主动与大人打招呼的举动，更被赞爆爸爸妈妈真的很会叫。隋棠在儿子 Max 和爸爸去美国期间，都把女儿 Lucy 带在身旁一起上班，且经营服饰品牌的她，对女儿装扮也毫不马虎，替 Lucy 穿上宝蓝色蓬蓬袖的上衣，搭配高腰吊带裤。只见 Lucy 长发及腰，全身行头都是最流行的款式，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时尚感。Lucy 虽然年仅2岁，却敢自己在超大办公室里走来走去，被问话也几乎是有问必答。回家前被大人提醒要打招呼，她也会对着办公室另一头的姐姐们挥手喊说拜拜。小小细节就能看出家教超好，让网友大赞爸爸妈妈真的很会教。实习编辑斜线郑宇成。